同志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陈伟民。万象记录传影社，兴旺台湾民主路。今日要紹介一位用翕相機記錄台灣民主活動超過30檔的攝影師，大大細細遊行抗爭，攏互伊記錄落來。伊做過美術編輯，但是險險啊，佇高中時代讀電工，險險啊愛爬電火條啊，一世人。因為戇直的堅持，專讀美工，了正做民主社會運動的記錄者，經過戒嚴時期，伊是邱萬興。今日台灣新眼界文化新台灣單元要帶你了解伊的故事。今日去邱萬興工作室，3平大的空間，擺滿了紙、海報、相片，厚厚的底片，記錄了伊幾十年的人生記憶。邱萬興在1985年升起立法委員鄺麟祥創辦的北控年代擔任美術編輯，為了要去民進黨在圓山創黨，才開始接觸攝影的工作。手甲我以前拢愛標示嘛，所以用真筆去畫嘿，這是電腦打字回來嘿，所以夠做了吼，像你這第2年用加刀去去加咧，加個足水咧，這用手工加出來咧，你看那個線條剪得很精準，哦，愛加個足準，對嘿，就夠做好啊吼，咱就愛標示嘛，啊標示印刷這種只，我就知你要印彩色嘛，所以這色你。要這印紅的就愛標紅色，幾拍愛寫佇這頂管，就不會有錯誤啦。1995年，伊文宣操攏我給伊做，伊的資料我留甲足完整。一張搁一張黑白相片記錄了台灣的改變。邱萬興用相機甲民主的歷史攏翕落來。你看迄當陣，立法院甲國民大會吼，迄個老賊吼，前幾個吼，93年吼，足濟平反運動的迄個2禮拜平反運動的傳單，差不多攏我佇遐設計較濟啦。這張是吼，1989年迄個烏名單的抗爭吼，是咱會知影講，迄當陣足濟海外鄉親佇90年代以前吼，要轉來台灣是足困難的代志吼。攏烏名都愛限制吼，烏名都愛限制，所以因點攏愛用土度的8種啊方式吼，轉來台灣啦吼。所以迄當陣足濟烏名都愛抗爭的文宣吼，我攏幫因做，足濟人毋敢去做這種代志啦。因為迄90年代以前足濟競爭嘛吼，調查局攏會甲伊地嘛，就甲伊建過迄個年代大部分人足濟美工攏無啥敢做這種代志。主張台灣獨立自由，國會全面改選，5億代代學生日戒除戒嚴。30年來，邱萬興用影像記錄着改變中的台灣。台灣人權800年代，台灣甲世界關懷雜誌，幾十本黨外雜誌封面攏是設計。伊將黨外工課所翕的相片出版成冊。咱的小秋就是迄個足真實的記錄者，就佇迄個時陣。無咧考慮錢，無咧考慮地位，無咧考慮危險，是安尼咧努力的。民進黨的建立，一直到90年代，伊個2000年、2016年，個台南用的種種的紀念，所以這是由民主走向獨立啊，由民主充實那個獨立的內涵，一個真重要的記錄啊。講到迄寡日子，邱萬興對每一張相片、每一個行動，安怎閃爍警備總部的對話。拼命趕過迄寡日子，記憶猶原清清楚楚。今日台灣新眼界節目現場就邀請到邱萬興小秋哥來到咱節目現場。小秋哥你好，你好，新眼界朋友大家好。哇，真恭喜呢，咱個出新冊啊！對對對。不過這本冊真無簡單哦，台灣民主這個記錄30檔，真無簡單呢。其實我已經記錄30幾檔啊，吼，我為黨外時代就開始記錄吼，記錄到民黨組黨。其實迄當陣，規個影像是記錄為民進黨組黨以後，所有影像大概翕幾啊10萬張啦吼。對，所以我經來這本冊內底差不多經500張相片爾吼，所以真好看吼。
所以我爱互即马少年家知影讲，台湾的民主吼，毋是为天顶落来安尼。真正毋是为天顶落落来。啊，咱来看到这张相片，这是乃龙。嘿，对你来讲，乃龙对你的感情是安怎？我迄当阵伫戒严时阵吼，伊当阵乃龙拄啊为家拄出来吼，伊就开始要杀228运动嘛吼。228运动其实迄当阵伫戒严时阵有警总嘛吼，有调查局吼，调查局其实迄当阵的228平反运动吼，平反运动其实咱现在个台湾的社会，你袂使讲，也袂使写吼，啊你连杂志你都袂使登嘛吼，袂使登。所以伊要甲陈英兴、甲李信雄律师要杀228平反运动时吼，找我去斗相共做美工啦吼。所以迄当阵伊的一寡手举牌啦、文宣哦，我拢去甲伊斗相共。所以迄当足辛苦嘛吼。所以讲上街头你爱互警察讲嘛吼。所以为台南啦、嘉义啊、中华吼，所以一路互进步部队拍甲假死啊。所以对迄当阵的要杀运动是足辛苦一件代志。是啊，乃龙。真不幸，伫咧这个为着这个言论自由，为着这个台湾，家己烧家己安尼，啊，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，迄当阵你心肝头应该是。我迄当阵其实甲乃龙的感情是建立是228平反运动嘛，尾啊甲社员蔡徐案吼，蔡徐案阮无搁斗相共吼，伊拢叫我去斗相共做文宣嘛吼，咱过来伊甲迄个黄华先生哦，杀新国家运动吼。我嘛去甲伊斗相共，帮忙伊做文宣吼。啊，其实伊尾啊要自焚以前是，阮是大家是足好的朋友啦。阮讲，你迄当阵阮叫党外时来到民进党吼，大家拢相挺啦吼，但无咧讲钱的代志吼。对，我替伊做文宣，大家毋爱甲伊收过钱吼，就讲大家相挺。啊，伊要自焚迄当阵，大家足艰苦啦吼，就讲在嘛知影伊当阵伊装备是刀啊骹就创3趟、9趟，阮拢知影嘛吼。阮定下去甲伊看，要甲伊坑嘛无效，即足侪人去甲伊坑拢无效。我会记罗秀伊要自焚的前一暗都去甲伊坑，嘛是无效，足侪人去甲伊坑无效。啊，其实迄天伊要去自焚，迄天1989年的4月7号，我是头一个到现场啦吼。就是伊当阵其实无像即马咱遐方便嘛吼，有行动电话吼，无迄当嘛只有 BB 扣吼，BB 扣年代啊，因迄当阵阮伫中东无民进党中央党无上班嘛吼，所以我的BB扣弹吼，啊我就去找公共电话拍，啊因讲自由时代出代志，乃龙遐出代志，啊你会经过吼，所以迄当阵我身躯大概排两台相机嘛吼，啊底片迄个爱拢用底片吼，毋是像即马数位化遐方便，所以排幻灯片加黑白底片，我就2台相机拍，就紧抢过。抢过其实到自由时代迄个巷仔内底，其实就政报部队拢2边围掉嘛，所以你要入去足困难，我是感觉有困难吼。所以迄阵刚拄有江鹏坚啊、李胜雄律师因拢到现场，啊甲原因服市员嘛到吼，所以带入去，其实到1楼你嘛无落去哩，就因为你看到迄个自由时代迄个杂志社吼，拢烧甲乌啊嘛吼，啊你。迄消防车拢伫边啊嘛吼，政报部拢啊1楼拢霹雳小组伫遐啦，啊尾仔大家拢甲伊协调嘛，甲警察啊协调吼，协调其实迄当阵阿扁也嘛搞吼，阿扁迄当阵无做公职，拄啊出来无偌久，啊伊做吴小丁的助理嘛吼，啊周清耀嘛搞吼，所以我记得洪桂山律师拢搞吼，啊大家拢想要去看总编辑室内底吼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其实。尾啊，迄个霹雳小组通报讲，总编辑室内底有个尸体伫啊，我就知影讲，伊迄是哪一种尸体是大概无对啊吼，啊大家想要去看到底情形是安怎吼，啊其实尾啊大家要伫遐协调，伊所有人想要去，啊阿扁也讲伊做过社长想要去，啊周庆讲伊做国大嘛吼，啊林茂讲伊市议员，所以因大家都在协调嘛，协调尾啊讲，啊因。霹雳小组甲里面一个警官，伊无法度负责嘛吼，所以尾啊，梁英宏不过恁带队是啥嘛，啊伊讲是侯友宜，啊尾啊叫侯友宜来协调啦，协调，尾啊协调了是准许那个民进党冲动主席江明坚去哩吼，伊一个去哩，啊江明坚甲伊讲，我去哩无效，我无法度记录内底物件嘛吼。啊，伊讲我是，我这边啊，这是小丑吼，伊是边种中央党部的迄个摄影记者，
所以我爱带去啊，所以甲好友谊协调，好友谊讲 OK 就可以了，哦，就安尼你两个使去，啊，其他人你会甲等，会甲等其实好友谊要转头要往楼梯上3楼时，我就相机甲翕一张，但迄张就在好友谊伫P小组迄张相片是我甲翕落来。哦，迄当阵伊嘛惊一条啊，惊一条对。迄当阵你是用着这个闪光灯甲拍一个。啊，其实我伫要去的时呢，因为自由时代杂志社我定下去嘛吼，所以伊防疫公司做足好嘛，所以江明坚伊是律师嘛吼，律师其实伊对迄个所在伊讲，咱爱巨细靡遗翕落吼，所以我迄阵早伫30分底片吼，所以我为楼梯一直翕去，所以一直翕去吼，翕到内底啊，其实好友谊伫内底等阮，伫3楼等阮吼，等阮其实。阮入去，我印象很深刻，伊甲我讲一句，说等一下检察官会来验尸哈，你们在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不可以动哈，不可以动，所以我们就我拍很慢，我都慢慢翕嘛哈，所以为后壁咧，伊杂志社有2间嘛哈，我为编辑部就一直翕，为后壁他们拢有留下嘛，伊自阮迄阵会烧起来是因查某囝拢伫内底嘛吼，甲迄暗因编杂志嘛。所以内底编辑部人超8、9个都为后壁他们出去嘛吼，所以我翕到总编辑时阵，超过检察官都要来啊，验尸官嘛要来吼，所以我大概入去内底种泉水嘛吼，泉水其实你要翕相迄当阵是心情足艰苦嘛，我甲我叫碰甘主席吼，啊翕相其实就阮2个目屎一直练吼，就讲。翕相是足艰苦的一种代志，你看伊啊躺在那边是一个余迹焦黑的尸体哦，那一幕是很难过的一件事，你看到那个边拍边掉眼泪。真正有影，安那翕安那哭安尼，啊咱就看到这张就是伊要。这张是郑南榕吼告别式的相片哈，告别式其实伊告别式规个文宣拢我义务替伊做吼，所以为 logo 衫的设计吼。甲传单布抓过，所以我义务去来做吼。所以伊告别式那一场是几啊万人啊！你看这是伫陈同迄当落雨嘛吼，落雨其实要到迄个总统府要来送别吼。啊，伊要去抢总统府是伊一生的愿望啦吼。来讲，我是感觉是意愿，伊为要求教育界严伫两山地方包围着，伊从来都没有到达到总统府嘛。啊，迄当阵总统府是禁区嘛吼。伫迄个89年以前吼，拢是宪兵部队伫遐顾嘛吼，所以伊不准台湾人民去伫遐抗议嘛，所以阮那个告别式是最后的一站，就是要把他送到总统府头前嘿。是，啊，迄当阵阁是有人要冲入去吧，嘛是有人自焚嘛。迄当阵其实到遐是因为总统府头前拢是政报部队围住嘛，吼，铁丝网啊，吼，蛇笼啊，规拢围住，所以你根本无法度到公园路迄度，你就无法度过嘛，都打教育部头前就已经封掉嘛，吼，封掉因为迄当阵詹义华，我甲伊是街头足好朋友吼，甲詹义华因伊为1986年迄当阵机场事件，伊就互警察啊，互军警拍过一遍吼，拍到头指目镜，头指目镜其实。尾啊，88年迄个520农民事件，伊听招牌时，听电话伊招牌，我甲伊伫遐边仔甲伊讲吼，啊，伊拢叫我讲，啊边仔迄点影只你唔好翕吼，所以伊惊皇帝啊吼，所以我甲伊是足好朋友啦，伫街头是做，啊，伫遐伊咧自焚时，我是那一刻是足艰苦啊，就是讲，其实迄当阵大家拢认为是黄华啦，唔是诶，我一看啊，迄就是詹义华嘛，你遐自焚啊，伊迄当阵拄啊是。蛇笼顶环有一个布啊，伊又要拍落去，根本无法度过嘛，无法度伊就感觉伊会点落，伊都无法度救啊，因为规个烧起嘛，所以迄要救已经足困难代志。所以对着这个民主记录这个部分，你看到这个第一现场，心肝头除了这个目屎流目屎滴以外，其实心肝头嘛是有要向这个台湾的民主继续向前的这个愿望吧？对啊，你看，咱台湾的民主化吼，其实。真济运动，国民党无咧让步啦哈。咱讲，你不管是国会全面关赛啦，总统直选啦哈，你要改革吼，拢是台湾人民啊一步一步啊去甲伊抗争去争取嘛吼。啊，伊嘛足这民主前辈牺牲坐牢嘛吼。所以咱参加，不管是参加党外运动也好，民主运动也好吼，
你要有坐牢的准备啊，坐牢的准备。所以，阮迄个年代吼，其实拢是受到足济敬重的监视啦吼。毋是甲敬重，啊，我有调查局的人员吼，拢有甲伊敬过嘛吼。所以，阮伫遐参加民主运动是对于阮来讲，国民党要甲互你吓惊嘛吼，互你惊讲你毋敢参加嘛吼。其实阮迄当阵大概无迄个惊戆胆啦吼，我这因当是一个戆胆的心情，叫你爱抱着爱有坐牢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民主运动，你才有法度才一步一步地行过来。是，爱抱着这个坐家这个部分啊。啊，当初是啥会栽落去？我会栽落去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我1979年多40年前为复兴美工毕业嘛吼，迄当多是美丽岛事件，迄年我多毕业吼，毕业其实过当年多美丽岛足侪受难家属参选嘛吼，周清玉啦吼，甲柯永孝啦，甲黄天乐啊，因拢当选吼。所以我感觉迄个台湾人民对于美丽岛事件，即讲用选票要行一个公道嘛吼，公道。所以迄当阵的周清玉伊就创办《关怀》杂志，吼，啊，迄个柯永孝伊创办《深耕》杂志，吼，啊，黄天乐伊就创办《蓬莱岛》甲阿扁啊，吼，伊俩都创办《蓬莱岛》杂志。所以迄当阵的东华杂志是蓬勃发展，蓬勃发展即啊，因为阮做美工吼，对于东华这阵人来讲是足好用嘛吼。所以我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就小柯，我们叫伊小柯导，伊先去《深耕》杂志吼，深耕啦，伊就去柯永孝遐去来斗做美工嘛吼。美工其实伊尾啊，伊迄当阵的东华杂志就蓬勃就百花齐放的年代吼，足侪人要来办杂志嘛吼，办杂志其实美工欠足侪，欠足啊，我迄当阵刚好阮迄年同一届的足侪同学都拢去走去做美术编辑，啊有深耕、雷声杂志啦吼，关怀杂志啦。啊，80年代拢有阮同学伫遐吼，啊，其实我较慢，啊，其实我81年是伫遐做房地产吼，房地产建筑我是迄人都拄啊叫海华建设吼，啊，我一个工地拄啊伫81年拄啊阿扁也要选头一摆迄个市议员吼，伫个虎林街啊一个竞选部，啊，阮的迄个工地拄啊伫伊隔壁尔，你知？哦，足近的，要紧啊尾啊，阮就。上工地下班时间，我就走去伊遐摕传单啦吼，摕传单看伊到底是写啥吼。啊，其实我伊当阵大概有一寡理念啦，种理念。啊，因为我住桃园观音嘛吼，桃园观音其实阮遐是较支持东华时代，就因为1977年伫敢若柯信良选县长吼，阮迄规个乡吼。有9成人拢投柯信良嘛，吼，所以阮厝的人所有亲戚吼，几乎拢是要投东华啦，所以就为迄当阵的党外的理念是为我高中时阵就已经建立起来，开始栽落去。啊，做这个美工啊，其实哦，较早险做这个电线工安尼，电工啦吼，咱来看一下这个 VCR 哦。邱万兴1959年出世，桃园县观音乡观音村的客家人。阿公爸爸两代拢是伫观音乡做拍铁工，厝内面兄弟真济，有5个哥哥。邱万兴虽然排上细汉的，但是当体会爸爸拍铁的辛苦。邱万兴自细汉喜意画图，小学时阵伊的课业成绩无算好，逐工提笔画图来过日子。所有的参加美术的画图的比赛吼，拢冠军拢是伊摕啦，无人会赢伊啦。迄画图迄是第一名，无会讲的啦。平常呢，伊都是安尼笑眯眯啦，毋捌甲同学冤家。邱万兴烦恼厝内面散车，选择读电工科学功夫，会当赶紧帮厝内面趁钱。但是读一学期，发现家己对电工完全无兴趣。读电工科1年级时吼，啊，迄当阵学校讲你要爬电线杆吼，要爬电线杆吼，爬电线杆其实迄当阵我就感觉啊，迄毋是我爱读的啦啊。结果我一个同学啦讲，台北有一个伊感觉我足够画图嘛吼，啊教室的壁报拢我伫遐做，伊讲台北有一个复兴商工美工科，你会使去试看卖吼，啊是带我去看，我去看了，哇！我讲这才是我要读的所在啦。邱万兴提起勇气，甲妈妈讲想要重考，但是父母认为画图的囡仔找无头路，大兄支持之下，才顺利就读。规个学校因为有相当的名望，所以
台湾是各地所集合来遮读册的学校的学生，基本上伫美术方面拢相当的杰出。内底当然有一寡是天才型，毋免讲安怎真大的训练，伊就会当做甲真好。而且毋是干那一届真好，逐届拢会当做甲真好。我家己教的是基本设计，基本设计就是用过迄个时阵无电脑，所以步步逐项物件拢爱用手做，用手完成的工课，要做甲像印刷品遐尔啊精密，迄是真困难的。但是互因相共的训练，毋那伫设计方面，佫有水彩。佫有油画，佫有雕塑，佫有版画，各种的美术方面的训练，对因的学习中间相当的加强。真景的区万兴伫素描、水彩、雕塑、平面设计、版画各方面拢可以袂倒。阮父女两代吼，拢互因林耀堂老师教过。学美术的过程是辛苦的，18岁开始谈恋爱，30岁结婚，拄到支持伊的另外一半，更加是专心投入创作。我结婚时喏，才把阮兜的小行清你知？哦，欠我会记欠阮丈人爸19万几啦吼。然后我30岁结婚迄年吼，才将阮兜的所有小木咯，拢来一摆行了了。回想起家己的美术之路，对上开始的无安定，无确定是毋是会当饲活家己、饲活厝内面的人，到现在成为街头一名杰出的摄影师，家己的成长路甲民主运动同款，充满冲突甲盼望。足个机密的迄个文宣咯，拢爱我负责，所以种党政设计啦，吼，爱甲入党申请表啦，你这种头一张的街头运动的传单，差不多拢是我做。险险啊，爬电火条爬14人，哇！这个转变是啥物啊？其实阮兜吼是拍铁吼，阮阿公是为日本时代就开始拍铁，伫阮庄家伫遐拍铁吼，啊，甲阮老爸嘛拢伫遐拍铁吼，所以拍铁对阮迄个庄家一个社会足辛苦啊。阮老爸头生6个囡仔吼，我头细汉，所以其实我自细汉就是厝足善食啦，因为阮兜的拍铁吼，迄个土地毋是阮兜的，是迄个庙的吼，所以阮家厝有地上权，所以迄当阵我读。其实要读私立吼，是学校是足困难，阮兜无啥物钱啦吼。啊，读公立较俗嘛吼，所以迄当阵会去读电工是迄当阵伫省立学校吼，省立学校迄当阵学费才千几块尔吼，是为阮兜坐车过，为中立遐去读册较方便吼。啊，其实我自细汉足爱画图吼，所以为国小甲国中画图拢第一名吼。对。第一名尾仔去读电工，电工是其实。我伫学校做学艺股长，学艺股长，我就同一个风纪股长吼，啊，伊讲伊足够写书法，伊讲讲台北有一个复兴美工，你若要去读，伊讲你无适合去读电工吼。我讲那有美工好读吼，我讲好啊，伊讲无咱拜六去看卖啊吼，啊，我伊招我去，讲我就去复兴看吼，复兴去其实迄当阵去看时跩蒋介石过身无偌久吼。啊，其实阮去看复兴美工，我会惊到你知？我迄校门口吼，其实阮遐到即马嘛是敢无变吼。阮复兴美工的学校正门哦，有点像真功干校，你知道？我来头前有4块浮雕啦，哈，附近有蒋介石浮雕，我很震撼，是吧？啊来啊，学校内底拢蒋介石的铜像啦，吼，啊国父铜像足侪，因为阮学校有雕塑组，我想讲，这个校那较特殊吼。然后有雕塑啊、画图啊，有啥大项拢有吼。这因拢是我会使读的学校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办休息去读复兴美工。啊，读复兴美工其实是阮大爷甲我帮助足济啦，伊就甲帮我替我出学费啦吼。啊，我尾仔转去考，阮妈妈讲我要重考，阮妈妈真赞成啦。真赞成。啊，当初时敢无甲你苦劝讲卖啦，卖读这啦。袂啊，其实我去读复兴美工吼。阮阿兄甲阮爸母吼，迄当时他的观念，毋知讲美工是到底啥物的，用迄个后摆去做画电火画迄个电影看板啦，哈，电影他的因的观念是安尼，毋知讲美工会使学足侪物件，嘿，其实我伫学校学美工是，你爱学素描、油画啦吼，
水彩嘛爱画，啊平面设计啦吼，摄影你嘛爱画，啊雕塑嘛是，所以到我去做民主运动吼。只有这18般武艺哦，拢用伫民主运动顶悬，拢用会到啦。对，头拄仔你嘛有讲到，你载落去当阵是伫后边啊，这个竞选总部边啊，去接到这个文宣这个部分，啊，这个文宣，互你一个火警，互你倒起来呢嘛。其实后壁出足侪文宣是1981年伊灭到伊做辩护律师嘛吼，啊是伊迄阵我记伊的文宣拢是小凤来帮伊做吼。所以迄当阵阿扁的头一摆选举文宣收集足侪吼，就是，所以即摆阿扁也出回忆录，我嘛会将迄个档案拢可以吼。啊，其到吴淑珍出要1986年要选立委时，我嘛给伊斗相共，去甲伊斗做去甲伊斗该塞轮椅吼。所以阿扁啊头一摆选举文宣啦吼，甲吴淑珍选一摆选头一摆选立委文宣，我收集足侪吼，所以。阿扁啊，2000年当选总统是捌甲讨一套的，我送甲总统府去。是，所以迄当阵其实对党外迄当阵其实为阿扁啊迄个传播开始了解啦。对，迄当阵开始了解，你嘛等于是足侪政治人物这个杀手就对啊。我其实参加对党外开始参加民主运动吼，其实开始就帮足侪候选人助选吼。1986年迄当阵就帮。其实85年我就帮迄个林正杰助选啊，吼，助选为大字报吼。但是其实迄人拢有敬重第一吼。啊，因为阮迄当阵去林正杰遐嘛吼，伊是外省人啦吼，我拢去啊，足侪东西去画大字报。其实阮美港人画大字报是足好画的吼，写啊字写阁水嘛吼。所以啊，其实迄当阵台北市的市议员内底竞选总部吼。最有看头就是林正杰，吼啊，因为阮拢足侪美港人去甲伊支援嘛，暗时拢去甲伊画，所以竞总气得牙痒痒吼。我讲我到底干多少高死人来画啊这物件，吼啊，因为我个会晓画漫画嘛，啊会写字吼，所以伊伫迄个民主墙，伊的民主墙是伫所有台北市内底最生动嘛，最生动，所以迄当阵竞总拢一直甲地吼，所以我伫为85年、86年、87年吼，迄3年是有竞总地足侪时间吼，都。监视的对象吼，啊，其实伊嘛，迄当阵我伫中党部嘛做足侪代志吼，中党迄当阵足侪机密的迄个文宣咯，拢爱我负责嘛吼，所以种党政设计啦吼，啊甲入党申请表啦，所有民进党头一张的街头运动传单差不多拢是我做吼，啊，我迄当阵我惊足侪机密外泄吼，国民党其实爱派足侪要兵知影党外人士甲民进党你到底在做啥吼。其实我迄当阵对这我足清楚嘛吼，因为伫党外时，我编杂志时，我就足了解种很多编辑摕过来，我都爱迄位暗时开始编，拍了吼。迄天早起爱将所有原稿来烧掉，我那叫烧银纸。烧银纸，烧银纸就卖吼，不要留下痕迹啦，卖就这样拢来烧掉嘛。所以啊，其实建商就唔知讲。这个到底向下，伊通大家拢用笔名嘛吼，笔名。所以我伫中党部时对足侪代足小心嘛吼。就是我伫中党部时，其实中央党部迄当阵的党主席、创党主席江平坚嘛吼，所以迄当阵的中央党部吼，拢政治员较济吼。哦，你看迄拢一个比一个较大尾嘛吼。啊，黄华做组织部嘛吼，啊李义阳是文宣部吼，啊罗秀伊是迄个。外交部哈啊，副镇长是政策中心主任哈，所以规个迄个中党部迄个主任嘛，拢政治员，吼啊，因遮政治员拢讲足侪故事我听嘛吼，所以我对竞总因调查局因啊，伊免啊恐吓人，所以大家拢足了解因嘿。啊，你安尼恁某袂惊嘛？竞总安尼对？啊，其实阮某吼。足趣味啦哈！只要民党还未主动以前，阮一个编一个党外公报吼。党外公报其实迄阵阮拢是我甲林树枝啦吼，郭文彬遐编党外公报吼，甲赖建林遐编辑吼。啊，因阮这些男生都比较改过，迄阵那种中文打字吼，啊一字字拍吼，啊有错字啊唔知要安怎啊，都无人会晓拍字啊。啊，尾来记袂讲啊，小秋恁查某唔是会晓拍，讲会晓拍字啊，啊会使叫伊来斗相共，讲好啊，啊暗时啊叫伊。改过很辛苦啦，因为阮编那个党外公报，我就叫阮太太拄啊住伫迄个台北火车头迄做补习班做老师嘛吼，啊来迄个党外公报拄啊离我伊足近的嘛，差不多行2个车行顶就过来吼，啊拢暗时都叫伊来检查500块尔吼，啊其实伊就知影迄当阵阮到底伫遐做啥吼，伫遐吼
伊嘛唔知影什么叫危险啦，伊唔知我啊阻挡是做危险的代志，爱互地去关吼，伊嘛唔知影，啊其实伊是都伫遐改过尔安尼啦。但是为着要互伊放心，你是毋是有甲伊讲什么？啊，阮太太，因为阮自细是青梅竹马哈，大啊，阮到斜对面吼，阮自细拢讲客家话，我伫厝拢讲客家话。啊，其实阮伫遐斗阵时，我拢会甲伊讲，我伫遐做啥物代志吼。啊，伊嘛知影我伫遐做，拢伫遐做幕后工作吼，幕后的工作。啊，伊其实真放心，因为尾仔伫遐做伊就知影讲啊，碰金主席伊嘛讲个啊，开营啊，大家足重要啊，周清耀啊，社中庭吼，所以伊拢知影讲啊，这因是安怎一种人吼。所以阮结婚时，社中庭甲周清耀拢做我证婚人啦，吼证婚人，所以伊真放心啦。啊，连阮丈人爸、阮丈母嘛，拢真放心讲啊，你拢甲一个大人物斗阵，他觉得蛮放心安尼。是啊，看恁人面车安尼，互动袂歹呢，搁去倒位佚佗，嘛出国嘛伫国内安尼。啊，其实我是感觉阮太太对我已经20-30年民主运动这个运动，啊，其实伊真加支持啦吼。你看我为89年离开民进党吼。其实我翕足侪上吼，拢爱自掏腰包嘛吼。你说啊，你爱家己买底片嘛吼，你爱搁枪片。啊，有哪一工去翕相，你爱翕20-30份，爱开5-6千块嘛。你搁洗相都爱开，场运动都爱开几万块啊吼。所以伊真甲支持啊，伊讲啊，你都翕咗一5工啥哈？啊，伊毋知讲翕到即马，这是真好一种记录啊嘿。啊，所以我爱真感谢阮太太，说伊愿意摕钱，互我一直翕。是啊，太太对你对遮侪当啊，你有啥物话要对伊讲无？啊，我是真感谢阮太太吼，就伊伫幕后一直甲我斗相共。啊，其实民进党内底真侪公职拢捌伊吼，因拢伊伫遐画吼，所以阮太太其实一路走来吼，伊是足甲我支持啦。我感觉伊对我不管做啥物代，伊拢愿意支持啦吼。像我即摆编辑，伊拢支持，所以伊到阮即马这10几年来，我就定带去出国佚佗吼，就我甲褒奖伊啦，褒奖伊。安怎讲褒奖？啊，我甲伊对我一世人遐辛苦吼。啊，其实我结婚时我无钱互我呢。哦，啊，因为伊结婚时，阮兜搁欠因兜开杂货仔店吼，阮兜 party， 啊，阮兜其实足散吼。其实阮结婚时，阮丈人爸无啥庆，你知道吼？无赞成咯，对。无赞成啊，伊无赞成，无啥赞成。啊，伊阮结婚迄当时，阮兜搁欠伊差不多19万几呢，19万啊，我是要带因查某囝爱将钱还了才会。所以我家将钱身躯差不多存10几万尔嘛，就讲还了。我结婚时其实我身躯无半仙，啊是阮太太标一咖啡啊吼，啊伊给我。客家人的硬讲的精神，嘿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甲太太，你等于一种褒奖的心对伊，啊伊是毋是对你嘛是有真甘心安尼？有啦，阮太太是对我真放心啦吼。我其实为这家庭，我其实为民主运动，我是一路行落来是做真侪代志嘛吼，就帮足侪候选人做文宣啦吼。其实社会运动内底伊是真支持啦，种弱势团体吼，咱尽量无甲伊收钱啦吼，种真侪。种农民运动啦，吼啊，厨具运动啦，吼啊，足侪迄个较弱势团体的物件吼，阮拢是做义工较济啦。吼，种不管因要设计布条啊啦，吼，做传单啦，吼，做道具啦，我拢义务。啊，人权的活动，我嘛是拢伊都足支持啦，幕后足支持啦。头拄仔你讲到即个，你爱结婚都爱到19万，先甲幸好了才会使娶某。迄当阵对你来讲应该是真艰苦吧？哦，但我感觉伊会使，伊敢嫁我是感觉爱足大勇气啦。我讲迄当阵我只有是一无所有吼，一无所有，我敢存一台奥多麦尔。吼，啊，迄当时台北我是一个同官员来客家人吼，来台北拍拼，啊，其中迄当阵二中都无做工课足辛苦嘛吼，就讲薪水才2万块嘛，你2万块尔，其实你爱做足侪代志嘛吼。其实迄当阵民进党大家都足团结嘛吼，嘛足相挺啦吼。就咱但是为了民主运动，咱但是无去计较，阮也无加班费哦。我有当2、3工拢无转去，吼2、3工拢无转去。啊，其实有当无想要转去是无爱互警长去逮啦吼。所以迄当阵中东部会准备税贷互阮，
我看到那有街头运动时，我就头拢困伫中东部内底啦。是，所以嘛定定咧搬厝嘛。嘿，啊，其实迄当阵我互警总骚扰足久啦吼，其实是第几啊年吼。啊，伫民党主党迄当阵，我操经常搬厝，然后操3个月爱搬一摆厝吼。啊，搬厝其实迄当阵厝头家我拢甲伊讲，啊，伊拢熟悉啦，吼，拢叫朋友，拢带朋友熟悉，因较袂惊吓吼。所以我叫朋友介绍，我讲我这个朋友要带你啊吼。啊，其实我拢会甲房东讲，我讲吼，我身份较特殊，吼，我伫遐做民进党一寡文宣吼，所以会有警总的人甲调查局人会甲伊拍电话来问，讲有这个人带遮，我拢会甲因交代讲，你只要有人拍电话讲要找我，你讲无这个人嘿，无这个人就好嘿，要减少因的困扰啦，嘿，困扰嘿。邱万兴用相机记录着台湾民主化过程，每一张相片拢彰显当时的历史场景。1985年，台湾红梅签大家乐，大家才明白，一时间台湾变成大妖精。为着阻止跋筊歪风，已经发行37年的爱国奖券决定伫1987年停办，嘛予10外万的赞助人数失去经济来源。另外是1988年8月25日，原住民为着争取土地权，走上街仔头。经过济届的街头奋斗，国民大会伫1994年7月28日三读通过宪法精修条文，将宪法当中的三包证明为原住民。如此珍贵的画面，若是学生有需要，邱万兴拢会免费提供。其实即马像师大啦吼，台北大学啦吼，像我政大啊，南部一寡学校吼，拢有甲伊调相片。其实即马真侪大学的社团拢会甲我调足伫迄个民主运动相片哦，我拢免费提供。啊，因若要办展览吼，因若要什么相片，我拢免费提供互因去展览吼。我感觉将民主运动的理念吼传达伫校园内底，互即马少年一辈知影讲民主运动吼，就爱有传承过程吼，互因知，互即马就算因即马展览即阵少年因民主理念较完整嘛吼，但是校园内底嘛，足侪学生啊，毋知讲台湾民主化是安怎一来的过程。曾经一步一步对戒严行到民主化，所以民主对邱万兴来讲是非常可贵的，因为这拢是老一辈用牺牲换来的民主。其实台湾民主吼，台湾民主化其实即马少年，我感觉咱因无像阮前一辈、老一辈吼，拢爱老血牺牲、拍、关吼。即马咱经过咱老一辈的坐牢牺牲吼，台湾就戒除戒严吼，戒严就你看宪法100条嘛废除啊嘛，废除啊种你言论自由嘛吼，所以台湾即马会晓言论遐自由吼，咱会感谢民主前辈，甚至啊你即马像因即马若即马少年啊，因若往前看咱台湾的社会哦，即马是你看红色狂潮一直来嘛吼，种。对即马少年，伊嘛会紧张嘛，会紧张。我感觉因嘛是爱知影讲，咱台湾的民主，咱爱种像吸空气共款。你也无民主化吼，你吸不到空气时，你会足艰苦嘛。强调民主传承的重要，邱万兴嘛行入去校园，亲自甲学生分享。这个布条上面写一个“生为台湾人，死为台湾人”。伫少年一辈可能体验袂到失去民主自由的可怕，邱万兴除了用相片讲故事给学生听，嘛继续用行动实践伊的理念，继续翕落去。咱看到小秋哥定定行入去校园分享你较早这个摄影的这个经验，啊，对着这个新一辈哦，亲像这个日头花运动的囡仔，你有啥物建议？其实我最近定去学校演讲吼，去政大啦、师大甲台北大学吼，拢去演讲。讲迄个咱台湾的学院吼学院，其实我记录足完整吼，像为迄个野百合世代、甲野草莓、甲日头花运动吼，
我差不多有去做记录嘛吼。记录其实咱台湾的民主运动，其实我感觉爱传承吼，传承。种你看1979年迄个美丽岛事件吼，其实阮上街头，对阮一个摄影者来讲吼，以前上街头是足危险一件代志嘛。你看，敢若美丽岛事件，陈宝文先生甲阮客家一个前辈张富忠吼，伊敢若去街头翕相，爱互判3档以上坐牢嘛吼。其实尾仔，阮是参加民主运动是其实台湾是要戒严嘛啦，开始要戒严吼，戒严迄当阵就较安全吼。民党组党去，所以翕相对参加民主运动其实嘛是足危险代志吼。迄当阵其实国民党你上街头，伊不管是拢会抓人吼，所以迄当阵伫戒严前后吼，上街头。其实国民党不管是拢抓人吼，种像520抗运动啦，种迄种抓几百个吼。迄当我对遐做记录吼，做记录。其实到尾仔的太阳花，我差不多逐工去翕嘛吼，日头尾，拢讲日头尾啦。我嘛去做记录吼，所以为头记录到尾，我都翕差不多3、4成张吼，所以去翕足完整吼，反正。所以我对即摆的学生运动，其实我会感觉台湾的民主化吼。咱讲爱一代一代的传承吼，爱传承，爱传承啦吼。就讲即马少年其实伊嘛有惶恐啊，惶恐。就讲咱即马红色狂潮一直入来吼，加中国大陆的压迫吼，强的压迫吼。啊，其实对即马少年因感觉即个国家，你看日头尾因讲家己国家爱家己救嘛吼，家己讲，所以因对我感觉台湾的民主运动吼，你爱有真侪人参与，少年啊加入来吼。是对民主化是足好的一种代志。是啊，现主是看到你看因遮的囡仔，因的记录，甲你较早有啥物较无共的所在？阮去当阵的记录较辛苦啦吼，阮那是拢用底片嘛吼，用底片去做影像的记录吼，所以讲伊真侪相片拢我家己入去暗房家洗，即足早迄种拢家洗相。啊，迄底片其实都爱足开钱来，是无像即马较完整啊，即马咱有手机啊嘛吼。有苹果的手机，你会使录影，会使翕相吼。相机嘛，所以真方便。就即马变成人拢是摄影者吼，所以你会使做足好的记录。但是对因来讲，要安怎翕到较好的相片，安尼一代传一代安尼。其实咱台湾，我而家看香港即马的迄个反送中的运动吼，到即马对照咱台湾的运动吼，其实。你会看较足清楚嘛吼，就对即摆少年啊，我感觉即摆咱台湾少年是真对台湾的国家概念是真好啦吼，就讲因愿意去关心吼，就讲咱毋是讲读册尔吼，我毋是讲后摆咱要趁大钱尔吼，咱台湾的走向会安怎吼？你莫互选一个讲是中国来的吼，莫讲特首。这对即摆少年，伊感觉因是会惊吓啦吼，惊吓。你看最近小英总统的民调，你就一直拉高吼，就讲你香港迄个问题就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啦。是讲到这个6.9反送中这个大游行，103万人行上街仔头，你安怎看？就对比这个台湾甲这个香港哦，有人讲今仔日的香港可能就是明仔这个台湾，你都要冒讲到这个红色。浪潮那一直侵入着台湾，台湾的前途，你应该是真烦恼吧？其实伊对即马香港的问题，对照咱前几年日头火是运动是足成嘛吼，就讲伊对少年啊，像香港一个少年讲，我就规个香港上尾无你一国两制对伊来讲是，你种是骗人的嘛吼，就因甘愿讲我爱上街头。所以你看，迄超过几百万人喺上街头，对于阮来讲，阮即马咱台湾来看，我足感动嘅代志嘛，种香港人伊危机感足大嘛，种少年啊，你看因的上街头比咱台湾的少年啊较勇啊，咱年轻的较日头尾较勇，因是装备齐全的。你看我有注意嘅观察啊，因为我是街头摄影出身的吼，你看因咧拢戴钢盔安全帽吼，眼罩因香港警察比台湾警察更歹，你知道？就伊用辣椒水啦、催泪瓦斯哦，台湾真少嘛。台北市要催泪瓦斯真少放嘛，你30年来运动，
因国民党真少放吹的法师，只有敢若机场事件甲美丽岛事件放吹的法师，所以台湾的街头运动是足平和嘛。所以你看对照即马香港吼，会给台湾的少年影响足大，讲哦，香港的少年拢拼甲咱台湾将来要安怎嘿？所以这嘛，亲像反送中是一种火箭，就互这个新一辈这个少年人放伫因的心肝头，对无？啊，除了这个反送中也是种反服贸这种活动，其实你嘛阁有翕着真济社会活动，亲像这个同志的这个运动，你嘛是有翕过吗？其实我上街头吼，各种运动我拢翕啦吼，照烟阻止啦，农民运动吼，啊像农民运动的文宣差不多拢我伫遐斗相共伫遐做吼。啊，到同志，我差不多因逐年有活动，我拢会去翕嘛吼。所以大概各种的弱势团体抗争吼，我差不多翕啊足侪济啦吼。我其实因的运动，我是感觉爱甲伊做记录落来，说，互台湾社会少年一辈讲知影讲，咱台湾的民主化走向是安怎嘿？是讲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化走向，你看这个同志这个问题是，咱台湾是算亚洲头一个国家通过这个部分。你安怎看这个里程碑啊？我是真赞成迄个同志迄个案会过关啦吼。其实咱看去年投票无过嘛吼，是对足侪同志来讲是足伤心代志。啊，其实同志上街头，我早逐年拢有去做记录吼。所以我感觉伊对因本来就因男欢女爱拢是大家欢喜代志嘛吼。因要做啥物代志，咱管我就甲伊管嘛吼。因莫去，我感觉以咱老一辈来讲，伊也无去做歹代志就好啊嘛吼。啊，伊要安怎就知因嘛吼。所以我因不管是男女，我感觉因介意就好啊嘛嘿。是，啊，咱头拄也讲到这个社会运动爱传承，有啥物话要对这个新一辈这个少年人讲无？我感觉传承足重要吼。你看贵妇先迄个时代讲，咱一代传一代嘛吼。咱民主运动其实爱有一个传承，我讲为野百合世代吼，到日头花世代吼。即马野百合世代就差不多拢伫民众内底拢精英分子嘛吼。你看通县长、通市长迄个郑文灿嘛吼。啊，台南市长即马这个黄伟哲因遮拢是学院世代出来嘛，连嘉义县的翁章良拢是以前的学院的总指挥嘛吼，野百合的总指，所以因即马拢是学院世代已经出来嘛吼，所以台湾即马运动是学院世代领导的年代的啦。所以对新一辈来讲哦，你是什么建议回应？我是感觉新一辈少年啊，种你现在对照日头花因遮嘛是足侪战将出来嘛吼，战将我感觉因即马理念对咱讲，因即马理念足清楚嘛吼，因对国家的认同啦吼，咱台湾这个土地的认同吼，我感觉因观念真好啦，我感觉观念种，阮顶一辈拍拼，因嘛足清楚吼，足清楚，所以我感觉即马少年，我感觉像阮老一辈，我讲。好好啊，要邀请阮演讲，我嘛愿意去好好演讲吼，种互因知影讲咱台湾的民主化吼，毋是为天顶落来吼，种是足侪民主前辈牺牲坐落吼，安尼一步一步抗争安尼得来。真正民主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，对着你来讲哦，对新的一辈，恁看到因，其实即个火警伫你校园演讲也是分享的时阵，因拢慢慢安尼倒起来。啊，其实伫即个校园内底，因嘛有小可问你什么问题，就是讲对着即个民主运动有啥物好的即个部分，会使提出大家。啊，其实我去学校吼演讲，其实因对台独运动较关心喎吼，台湾迄个即土地迄为台湾要独立哦，因的观念较深啦吼。啊，其实因这社团拢本来就较支持台湾独立，即个社团学生啊嘛吼，所以我定拢去演讲啊，因为我对因家来讲，台湾的独立之路唔是遐简单代志吼，就讲你火警爱不断的爱去传播吼，传播你少年啊有时间就尽量去外口参加活动去游说吼，那有重要活动你去参加，啊种老一辈的台独前辈，你甲伊请教吼，到底咱后一辈要安怎做吼？啊，大家凝聚力量吼，凝聚力量。迄个，你才有法度将这个运动做成功。
相片的力量实在是真大哦！较早这个相片会使传单咧发出去40-50万，安尼收到，这个感动感受是真深。啊，毋过对现主持的这个少年人来讲，这个科技虽然是较紧、较这个传送较紧，但是伊这个力量可能无你较早遐尔大。阮迄年伫戒严前后翕足侪相片吼，其实拢迄当阵的民进党拢透过传单去放送咱的理念吼，民主的理念。其实迄当阵真侪相片吼，拢用印传单吼。你像一个街头运动有足侪运动的传单，拢爱印几啊十万张出去吼。那到选举印偌济吼，我记我帮罗秀去做选举文宣，伊伫伫国会上拍干迄种，迄逐张传单拢爱伫敢若台北县吼，迄当台北县爱印超过100万张吼，100万张一张文宣，迄震撼力是足强的吼。我会记。迄阵伊为立法院方讲出迄个相片吼，迄张力是足大的吼。迄个传单伫台北县吼，一摆都爱发100万张啦，一摆哦，你敢一个县都爱发100万，啊，你也像桃园县都就拢超过50万张以上嘛吼。就是高雄县啊、高雄市拢嘛爱30-40万张，所以有当一张传单吼，你也专线啦连线起来吼，可能爱超过300-400万张吼，一张传单。所以迄个相片的阮当作张力哦是足大，无像即马迄个。数位化时代吼，遐方便，所以即马方便讲，你用电脑去看就使。迄当阵是透过传单吼，去互台湾人民了解讲你的理念是安怎。哇，真正真用心咧记录台湾所有民主化的过程，今嘛非常感谢区万兴小周哥来到咱节目现场，万象记录团影社，兴旺台湾民主路。今日台湾新闻界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感谢。